新產品 Pokemon 小畫家系列畫師手繪磁石貼出爐啦！今次我哋都係盲包隨機抽款，勁多熱門精靈等你帶走，睇下啲伊貝們佢哋幾可愛，超得意啊！每期仲有唔同嘅限定款，搣開俾大家睇下，超清、超透、超有質感啊！仲用咗加厚亞加力分層，層次感滿滿，全個背脊都係磁力版，啲 size 勁易收藏，睇下唔同嘅款式，佢哋全部都好靚噶！今期用咗復古小畫家版面設計，仲有雷射閃閃工藝，唔同稀有度精靈有唔同感覺，有型格嘅神獸，活潑可愛嘅，超靚！抽中特別版紅唇蛙，有得瘋狂加抽，仲有唔同嘅玩法，睇下你中意揀邊款玩法啦！一齊嚟睇下圖鑑，甜蜜球限定款、高級球同埋大師球款，仲有超級球稀有款，普通款都一樣超靚噶，咁多種唔同嘅款式，我哋仲會持續更新，到底你會中意邊一隻精靈呢？